后来这个拜妈祖的婚姻北港调电宫，竟然嘛咧庆祝耶诞节咯，做伙来看。 真古杯，这首歌曲伫圣诞节的时阵，不管行到倒位拢听会到。但是伫庙仔口原来在放，敢袂太过奇怪。很冲突，很特别，很特别啊，对，很不一样，对，就是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道教，对。哪合作会啊？过去庙口播送的拢是南管北管小吹的弦啊，但是即摆哪会听到这首圣诞歌曲，而且庙口搁采一张耶诞树这大张咧。西方的圣母碰到东方的圣母，其实万教同善，对于族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原来这是疫情的期间，食物人募款的状况实在是真歹，所以北港朝天宫出手来斗相共，望来庙拜拜的民众拢会当发挥爱心斗捐款。中天而定中天你来这边打卡展现你的爱心圣诞公公马上把最好的礼物送到家。庙内伫讲西方有圣庙，东方有妈祖，这两位圣庙拢是劝人做善事，所以为着公益才会来斗相共。希望伫这个世间需要帮助的民众，拢会当得到两位圣庙的保庇。